彎曲較程，首先我們要區分正反面和上下方向。較長的一邊是正面，較短的一邊是背面。開口較小的是滑輪滑道，開口較寬的是安裝馬的凹槽。彎曲須從背面較窄的部分開始，首先測量前後長度以確定彎曲點。例如我要在此處轉彎，做記號標示位置，在該點前後各留8公分標記，作為彎曲角度參考點。根據標記點位置，從中間往右，再從中間往左，3個點來回施力，注意要逐步施力，避免用力過猛，直到達到所需角度。彎曲後兩側凸起屬正常現象。若有工具可修剪突出部分，若無工具，封邊條可完全覆蓋。先將封邊螺絲預留適當長度，再鎖緊螺絲進行安裝。注意須對齊封邊頂部，鎖緊螺絲即完成線邊安裝。換邊安裝後放入滑輪，按前述步驟完成封邊即大功告成。